各位亲爱的貴賓，還有所有的媒體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楊小黎。分享大家來到現房都來嘅廚師客家廚房第2季記者會。안녕하세요，저는 MC 양소영입니다。만나서반갑습니다。哇！今天记者会真的非常的热闹，而且除了现场的朋友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在线上观看直播的朋友哦。Hello， 欢迎你们陪着我们。哇，其实我觉得《现房都来嘅廚師客家廚房》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看的節目哦，因為呢，它其實是我們在台灣跟韓國首次合作自製的這個實境節目。那第1季播出的時候，真的是引起了一股旋風，然後節目呢，也在今年獲得了金鐘獎的最佳人氣節目獎。那延續的這一股熱度，我們的第2季。在12月就要正式開播了，請先來個掌聲鼓勵，非常的不容易。哇，其實因為我也主持了第1季的記者會，所以來到第2季服務，覺得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那這一次呢，我們的利特大老闆他也實現了第1季的承諾，他把我們的客家廚房搬到韓國去了，감사합니다。哇！真的讓很多的韓國好朋友們可以感受到客家料理的好滋味，而且第2季也加入了非常多很優秀的好朋友新夥伴，卡司非常的堅強，內容非常的豐富，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究竟第2季有什麼精彩的亮點，還有不為人知的小故事呢？小黎在這邊要非常認真的跟大家報告一下播出的時間跟平台。首先呢，在12月7號的晚間8點鐘，現房都來嘅廚師客家廚房第2季正式在客家電視台開張。那當然呢，在晚上9點鐘的時候，你在 Line TV 就可以看到咯。另外呢，緊接着在10點鐘的時候，在中天綜合台你也可以看得到。OK， 那隔週也就是12月13號起，晚間呢10點鐘，你在3立台灣台，還有3立綜合台也可以收看。那海外的朋友怎麼辦？不用擔心，請盡情鎖定3立國際台，還有韓國 TVIN， 就讓大家可以完全及時的把我們現房都來嘅廚師客家廚房第2季所有的亮點都捕捉好。如果想要知道有更多的細節，你也可以上我們節目的臉書粉絲團。那當然，現場今天有好多的好朋友來到這邊給我們支持跟鼓勵。所以我們先花一點時間為各位今天介紹長官貴賓。那貴賓們如果唱名到您的大名，可以起身跟大家揮揮手哦。首先要歡迎到的是播出平台代表，歡迎 Line TV 董事長陳立仁董事長，還有所有 Line TV 的夥伴們，謝謝你們。接着呢是中天電視陳蒙月副總經理，歡迎。還有我們中天電視的所有夥伴們，謝謝你們。緊接着是3立電視副台長謝孟芬副台長，還有3立電視所有的夥伴們，歡迎你們！真的非常謝謝所有的平台好夥伴的支持。接下來呢，要回到我們這邊就是節目製作的夥伴了。首先要歡迎到的這位是客家電視台節目部經理，他也是這一檔節目的製作人之一，歡迎羅一里經理，歡迎！接着呢是節目部生活資訊組組長，歡迎陳雪玲組長。接着是非常了不起的節目製作人邱運竹製作人。當然，節目可以跟大家見面，真的要謝謝很多台韓製作的好夥伴。首先要歡迎到的就是 3Y Corporation 的李正赫導演，歡迎韓米達。當然還有我們勞苦功高的廚房成員咯，歡迎麗特，還有我們的大哥溫山豪，還有我們的校園，歡迎，還有陳婷妮妮妮，還有我很愛的主廚李元日主廚。還有超帥氣的江宏杰小杰哥，接下來呢是我們的新成員趙旭恒主廚，歡迎。還有很喜歡看他的 YouTube， 我們的喜飯，歡迎。
哇，今天真的是全员到齐，非常非常感谢。当然呢，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宣传合作的好伙伴代表。首先，我们也要谢谢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行销徐子涵，欢迎；还有王雅婷，谢谢你。接着呢是珍珠台湾家味品牌督导，欢迎魏孝文主厨，欢迎。当然还有可爱的 7-Eleven 的伙伴，跟大家挥挥手。谢谢你们，还有另外要欢迎到是第1季我们的合作伙伴是 OM 娱乐的代表也来到现场了，欢迎你们。当然现场还有非常多好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介绍，真的非常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田丰都来给厨师哈嘎厨房的第2季。那我相信来到了第2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哇，这个第2季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场景还拉到了韩国，究竟有什么心路历程？我们先邀请到罗伊里经理，还有李贞赫导演上台跟我们分享一下，掌声欢迎。哇，非常不容易，因为呢，第2季有一些很新的火花不断的碰撞，所以我们也邀請到導演跟我們的藝里經理來跟大家先聊一聊。好，那先跟導演聊一下好了。PD 안녕하세요。哎，可以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嘛？예, 안녕하세요. 한국 3Y 코퍼레이션에서 온 예, 3Y 코퍼레이션에서 온 이진혁 PD입니다. 반갑습니다. 大家好，我是3Y Corporation 来的李正赫导演。好，导演想先请教一下哦，因为我想说先把韩国朋友的问题先问完，大家都很好奇，做到第2季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呢？耳机在听啦，等我一下吼。네, 그 시즌 1보다 시즌 2가 규모가 훨씬 커져서 저희 스태프분들도 거의 2배로 늘고 카메라도 거의 뭐 150대, 200대 정도 이렇게 들어가서 뭐 많은 이제 우리 스태프분들이 참여를 해주신 게 아마 큰 차이가 아닐까 싶고요. 그리고 두 번째로는 저희가 시즌 2 때는 좀 더 많은 손님들을 모셨어요. 저희가 시즌 1 때는 조금 많은 분들께 우리 하카의 음식을 선보이지 못했는데 시즌 2에서는 좀 더 많은 손님들을 좀 모셔와서 다양한 분들께 그리고 또 대만에서도 다양한 분들께 또 음식을 선보일 수 있어서 그런 점들이 좀 차별이 있었던 것 같습니다. 老师麻烦。好，在第2季的时候跟第1季比起来的话，我们的规模已经变大了蛮多的，像是光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多了2倍，然后在摄影机上面也是有200台以上这样子，所以是非常大的差异。那在客人上面呢，在第2季也比起第1季来的非常多，所以不管是在韩国或是在台湾，都可以让更多人去展示我们的那个客家的料理这样子。哇，非常谢谢导演的付出。那接下来艺里经理到了第2季，一定有非常多想要分享，简短分享一下好吗？好，我想把时间留给我们的主持人，我就很简短。首先，你刚刚讲的怎么跟你昨天要跟我讲的不一样？我收到的好像也不太一样，没关系啦。好，客家厨房第1季呢，我们是把我们的韩国厨师带到客庄，然后让他好好的介绍，好好的品尝我们的客家传统料理，然后再带到韩国。那么第2季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特呢，好好的把我们的客家厨房2带到了首尔。我们从首尔出发，但是我们把客家的食材道道地地、彻彻底底的带到那边，然后做了一个融合，然后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在韩国每一位来吃的客人都跟我说，这是他们生命当中第1次尝到的滋味。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是，对。然后再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主持群们呢，其实他们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真的是把他们摆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厨房还是外场。但是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事情是，他们这一群主持人们，他们让我感觉他们心里一直放着客家的心意。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看节目的朋友们一定都可以感受到。哇，真的非常期待，请给导演还有艺里经理一个掌声。第2季可以出现，谢谢你们的努力。好，也请2位可以恭请回座。接下来有非常精彩的一系列的
环节，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在客家厨房2究竟有什么样新的变化。那当然呢，今天开播记者会，我们厨房成员是全员到齐，所以接下来我会邀请到我们厨房成员一位一位上台来拍照，然后请所有的媒体大哥大姐们帮我们捕捉最帅气、最美丽的身影喽。首先我们要欢迎的第一位，哇，其实我非常的喜欢看他的 YouTube 的频道，他是这一次全新加入的，然后他的 YouTube 订阅非常多人，然后看他吃东西非常的疗愈。他这次是我们外场功夫一把照的稀饭，欢迎哈密达。哇哦！其实看了他很多的影片，你会发现他除了吃东西疗愈之外，他非常的有生意头脑。Okay, please stand on the center and please look to your center. 先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 네, 정면을 봐주시고요. And look to your left. 오른쪽 봐주시겠습니까? 哎呦，我们记者大哥韩文也都很好耶。好 ，OK, look to your right, please. 네, 왼쪽도 한번 봐주시고요. 好，还有没有那边？ 잠시만요. 오케이. 확인하겠습니다. 好，那我们谢谢康桑米达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好，接下来这一位呢，有看黑白大厨的朋友都会知道，怎么会有人这么会做生意，这么聪明，然后还这么漂亮呢？欢迎新成员黑白大厨的赵旭恒主厨，欢迎哈密达。哦，你너무예뻐요。来，我们先看一下中间。 카운터에 좀 봐주. 好，非常期待他究竟在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元日主厨会有什么样的竞争啊 ？OK， 请看你的左边。 왼쪽 봐주세요. 好，大家给他欢呼一下，有点紧张。看一下你的右边。 오른쪽 좀 봐주세요. OK， 再回到中间，谢谢。 가운데 다시. 我们后面也有很多摄影师跟他们挥挥手，好吗？后面的。 손도 흔들어 주시고요. 好漂亮。OK， 都有画面了哈。好，감사합니다。 请回座，谢谢。接下来这一位，哇，已经是从小菜鸟终于熬成师了，而且呢，在第一季非常的可爱。我每次看到他都觉得整个节目变得非常的幽默。欢迎江宏杰小杰哥。 哇，这一次的厨艺不知道有没有再进步一点，但是看到他的笑容就可以知道啊，厨房是很和乐的。来，我们要看中间，哇，这一次他的厨艺有没有升级呢？他还是2厨吗？还是他有被升迁了呢？来，左边看一下，来看一下。 挥手再一个，是不是 ？OK， 好，右边，来，右边的媒体朋友。好，那回到中间，我们中间的媒体朋友。好，我们跟后面的媒体朋友也挥挥手。OK， 好，大家都有画面了吗 ？OK， 谢谢小杰哥，我们先请回座，谢谢。 接下来，哇！掌声欢迎第一组天才厨师李元日主厨，最懂客家料理的韩国主厨。안녕하세요。OK， 我们看一下中间。중간 카메라 봐주세요. 好可爱哦，好会。好，来。 왼쪽 카메라 봐주세요. 오른쪽 카메라도 봐주시고요. 左边的朋友，就这样，OK 吗？都有画面吗 ？OK，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谢谢。感觉主厨应该是 I 人哦，上来有点害羞，就赶快下去了。接下来，本季新加入的戏剧女神陈婷妮妮妮。 欢迎妮妮，哇，妮妮的笑容就像是阳光灿烂一般。来，我们请看中间。
这一次他在节目里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大家一定很好奇，对吧？来看一下右边的朋友，好，好，再看一下左边的朋友，好，再看一下中间再来一下。还有我们后面的朋友也跟他们挥挥手。OK， 好，谢谢妮妮，谢谢。接下来，哇，真的是非常厉害，本季的新成员少女时代校园。안녕하세요。好漂亮！来，请看一下中间。哇！这一次呢，韩流2大天团的成员都在我们客家厨房2，非常不简单。来看一下右边，啊，好可爱哦！来看一下我们左边，好，我们再回到中间。중간 카메라 봐주세요。好，我们也跟我们后面的朋友挥挥手好吗？去后面的摄影师朋友们 ，OK， 好，谢谢大家，감사합니다，谢谢。啊，接下来外表与实力兼具，而且在韩国圈粉无数，欢迎店经理温升豪。我介绍很长，他都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欢迎升豪哥，来，请先帮我们看中间。哇，오빠 멋있어요。来看一下我们右边的朋友，右边，哇，好帅！升豪哥真的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也恭喜新戏要跟大家见面了。来看一下左边，来左边，谢谢。来跟我们后面的摄影大哥们挥挥手。OK， 好，谢谢升豪哥，谢谢。OK，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客家厨房的大老板立正，欧巴，欢迎哈密达。大老板这次真的实现承诺，把我们客家厨房搬到韩国了。来，请看中间。중간 카메라 봐주시고요。啊，一如往常的超帅气，哇，呜呼！啊，看一下我们右边的朋友。오른쪽 카메라 봐주시고요。啊，好可爱哟！哦，你看，大老板就是不一样。大老板很会，而且他每一个都会。哇，真的，这个大老板找对了。哇，太好了，欧巴，잘했어요。哦，欧巴，好可爱，掌声鼓励。OK。欧巴，잠시만요，欧巴。We'll take a group photo together, so please wait a second. 我们要欢迎所有的成员一起上台来一个大合照。不得不说，我们利特大老板真的太厉害了。来，我们现在呢要请所有的成员先来一张大合照，请台上请。哇，主厨想说，哎呦，很会哦。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位置，左右两边哦，稍微 please get closer to the center。 가까이 서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好，看一下位置，这样 OK 吗？再靠近一些 ，please get closer。 좀 더 가까이 서주시고요. 好，而且看一下中间，我们中间的媒 중간 体朋 카메라를 잘 友。 봐주시고요. 찍겠습니다. 哇，这个阵容，谢谢你们全员到齐。哇哦，好，中间的朋友。OK， 接下来右边的朋 오른쪽 友， 카메라를 봐주시고요. 来 오른쪽 看一下右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边，右边的朋友欢迎。哦，小谷哥韩文很好哎。
好，再来左手边，左手 살짝 边的朋 왼쪽 友。 카메라도 봐주시고요. 왼쪽 카메라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好，左边的朋友。再来，我们回到中间。 다시 중앙 카메라 정면으로 봐주시고요. 마지막 정면 카메라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好。OK， 这是我们第一张合照，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我们的手板好吗 ？We have to take a logo。 손 맨말 드리겠습니다. 한번 확인해 这是 주시고 我们 한 장 더 찍겠습니다. 客家厨房2的手板板，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宣传哦。好，一样，我们先看一下中间的摄影 네, 师。 똑같이 중앙 카메라를 한 번 더 봐주시고요. 啊，非常有活力。 활기차게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OK， 看一下右边的媒体 오른쪽 朋友。 카메라를 잘 봐주시고요. 啊 OK， 再看一下左边的媒体朋友。 왼쪽 카메라를 잘 마지막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OK， 来，我们请回到中间。 다시 중앙 카메라를 마지막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好，请目光可以看向我们后方的媒体朋友一 뒤쪽에 下， 멀리 也 있는 挥挥你的牌 카메라도 子。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耶 살짝 인사해 주시고요. OK， 好，请稍等一下，因为我们要邀请其他长官贵宾一起上来拍照，所以我们先邀请到我们的主创上台，欢迎节目部的罗毅李经理，还有制作人邱映竹制作及李正赫导演一起上台来，一样拿着我们的手板。另外也要邀请到平台代表，欢迎赖 TV， 欢迎三立电视，欢迎中天综合台，来欢迎。接着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欢迎珍珠台湾家味的代表，也请上台来一起合照哦。好哦，这个阵仗很大，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点宽哦。哎，我们可能稍微再往，需要2排吗？不用哈，稍微再帮我们靠紧一点点，好 네, 不好？ 조금 더 가까이 서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인원이 哦 많아서요. 哦，主厨真的是好可爱，谢谢감사합니다，欧巴。 협조해 주셔서 감사합니다. 好，来我们看中间的摄影师啊， 중앙 카메라를 먼저 봐주시고요. 好，来请看中间。 찍겠습니다. 好，接下来请看一下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 네, 오른쪽 카메라를 한 번 더 봐주시고요. 오른쪽. 好，请看一下左边的媒体朋友。 왼쪽 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哎，我们回到中间。 다시 한번 중앙 아. 카메라를 봐주시고요. OK。好，请问所有媒体朋友们都有画面了吗 확인해 보겠습니다. 잠시만요.？OK，good，好，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长官贵宾，还有所有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先回座休息。谢谢大家，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哎，감사합니다。哇，我觉得呢，其实每个团队一上来的氛围，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节目想要传达的所有的意念，还有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情感。那当然，除了很感谢我们的播出平台伙伴之外呢，接下来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喽。就是呢，从这个12月10号起啊，其实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到星光3月的那个前面不是有一个广场吗？你可以看到我们客家厨房2有这个货柜特展，里面有一些很精彩的剧照，还有一些 AR 的一些互动的东西，它其实真的非常有趣，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打卡分享，要谢谢星光人寿的支持。那紧接着呢，好吃的东西一定不可以少，对不对？所以呢，就从12月10号起，我们节目联名非常经典的口味，它叫做蜜荆棘双麒麟神还原，就是大家可以去吃爆它，非常非常的好吃。那当然不止双麒麟喽，从12月17起呢，我们会推出这个联名的限定料理，就是在我们的珍珠台湾家味全台的餐厅，你都可以吃到客家厨房2的经典菜色，所以请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支持。好。那我相信呢，其实前面拍照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第2季走到现在的一些心路历程，大家一定非常的期待，究竟第2季有什么精彩的亮点，对吧？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非常有趣的幕后花絮，掌声鼓励！哇，我觉得
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也很威猛哎。因为除了呢大老板帮我们把客家厨房真的带到了韩国之外，我们是真的在大稻埕广场从零开始盖了一个属于我们的客家厨房哦。所以先给所有的伙伴一个掌声好不好？真的非常非常的酷。而且从刚刚的片花，大家都可以看到，哦，这个第2季其实有更多人跟人之间的故事了。除了看到了很多的客人，他们在韩国是第一次感受到客家料理的美味的那种感动、惊艳，还有赞叹，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哇，其实美食是没有分任何国界的，它可以透过美食，它就是一种语言，可以传递出我们的心意。然后当我们这个厨房回到了台湾之后，哇，你看那个非常汹涌的人潮，然后非常谢谢有很多韩国的好朋友们，真的让这些更多的粉丝们喜欢上我们客家料理，爱上客家的文化。那当然看到我们台上搬了很多椅子，就知道接下来是我们要请到厨房成员上台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喽。所以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利特大老板，欢迎生蚝哥，欢迎孝渊，欢迎妮妮。欢迎元日主厨，欢迎小杰哥，欢迎赵旭恒主厨，还有欢迎喜饭。来，我们非常贴心的有大家的那个座位表，很像在登机，有没有？大家看一下大家的座位，谢谢，非常可爱。好，首先呢，先问一下我们利特大老板。这次呢，我们第1季就得到了金钟奖的肯定了耶，所以你对于第2季有没有更大的期望呢？ 사실 믿기 힘든 일이 일어난 거라고 생각이 들고요. 其实很难相信我可以得到这个奖。 한국인 아티스트 최초로 금종상에서 상을 받았다는 얘기는 정말 영광스러운 이야기거든요. 好，我是韩国第一个得到金钟奖这个大奖的韩国艺人，我是觉得非常荣光的。需要一个超热烈掌声。네, 다시 한번 우리 같이 함께한 멤버들과 그리고 또 투표를 많이 또 해주신 우리 타이완 많은 또 시민 여러분들께 감사의 말씀 전해드리고요. 好，再次跟我们的所有的拍摄团队，还有那个投票给我们的台湾观众们说声感谢。 시즌 2로 이루고 싶은 목표는 第2季的目标就是 이 멤버로 한 번 더 상을 받아보고 싶습니다. 哎呦，再次拿到奖项，跟这些成员们再次拿到奖项。哇，大老板非常非常有企图心，可是我们光看片花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目标不远了，对不对？对对。谢谢老板，谢谢。好，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一次第2季，我们有这样子把厨房搬到了韩国，然后呢，再邀请所有的韩国伙伴来到台湾之外，我觉得其实生蚝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第1季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带着大家一起凝聚一个很团结的情感的大哥哥。但这一次第2季是要分组对抗了。 你这时候的那个操作的手法跟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分组对抗，因为我真心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很像家人，尤其是我们韩国朋友们，他们真的把客家精神跟客家美食这个使命感从台湾带到韩国，所以其实我们表面上是竞争，实际上他们都很努力的。 一直跟客人推销，说我们客家的美食有哪些，然后再加上我们元日主厨，他把客家的元素跟韩国的一些料理做成一个混搭，所以即便是就是韩国当地的消费者，他们吃完之后都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这是我觉得很难能可贵。所以我们表面竞争是游戏，可是私底下我真的很感激他们。 他们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韩国去。这是一个比较激烈，可是其实很有爱的良性竞争。而且刚看片花可以看到有一个 part， 就是生蚝哥非常细腻敏锐，他感受到某一位客人的情绪好像有一点波动，所以就去关心他。这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第2季，就会知道里面有很多故事。哎，老板，什么事？ 우리 원시홍 형님께서 변화가 없었다라고 말씀하셨지만요. 好，虽然我们那个温大哥这边说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대결을 하다 보니 난리가 났었습니다. 但是在比赛的时候，他真的是也是在现场非常的激烈啊， 우리 팀 메뉴가 맛있다라고 계속 어필하고요. 一直向我们的客人表达他们自己那一队的那个优点是什么。 그리고 우리 형님 너무 따뜻하시고 자상하시잖아요. 虽然他是非常温暖的一位， 메뉴 추천하는데 저리 비켜 내 거 할 거야라고 말씀하시고. 但是在介绍菜单的时候，他绝对一直是说赶快点我们的，不要点别人的这样子。 제가 존경하는 형님입니다. 但是我非常的尊敬他。哇，我好喜欢老板说话哦，就是表面是啊괜찮아요没关系没关系，然后 fighting 的那一种，对不对？好，我觉得这一次呢，因为其实2位都是第一季的这个老朋友了，我们现在来问一下新加入的好朋友，也非常开心。校园언니 안녕하세요。这一次啊，第一次是参加台湾实境节目的录影，有没有感觉很特殊或是很新奇的地方呢？ 네, 대만 예능에 첫 출연을 하게 돼서 굉장히 기쁘게 참여했고요. 그리고 또 하카의 부엌 시즌 2에 함께하게 돼서 솔직히 좀 부담감도 있었어요. 더 잘해야 되겠다는 부담감도 있었고. 好，他说第一次参加台湾的综艺节目，他觉得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但因为也参加尤其是第2季的那个客家厨房，他觉得其实蛮有负担的，希望可以把它做得更好这样子。 가끔 대화가 안 통하고 하지만 이제 아이 컨택하면서 바디랭귀지 하면서 그 요리를 해가는 과정도 굉장히 기억에 남고 그다음에 함께 맛볼 때는 다 같이 맛있어하면서 즐거워하는 그 분위기가 굉장히 기억에 많이 남아요. 他也记得，就是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虽然那个语言上有一些沟通上的障碍，但是透过眼神的交流或是身体语言的去沟通呢，大家其实都是可以沟通的。然后在事后大家试吃食物的时候，一起说好吃哦，好棒哦，这些的，他记忆都非常的还那个历历在目这样子。是。 而且看片花知道校园非常的聪明，他好机灵哦。他听到了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他马上就有动作，哎，这是有预备好的吗？这非常的厉害耶。그동안에 했던 그 경력의 그 짬밥이라고 하나요? 그 눈치를 여기 안에서 잘 보면서 셰프님 옆에서 많이 도와드리려고 애썼던 것 같아요. 好，就是我以前从我当艺人之后，这边之后的经验呢，让我造就说我可以很注意大家的眼神，然后就知道说我现在该去做什么事，该去帮忙什么。啊，非常厉害，谢谢校园加入我们，谢谢。接下来是妮妮，哇，妮妮第一次加入这个台韩制作的实境节目，感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是有什么样就是压力蛮大的冲击呢？有，因为他们第1季就开始合作了。 刚开始会有点担心，没有办法马上融入大家，尤其又有一点语言上面的差异。但是我第一次进到这个团队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人都是张开双手的拥抱我，然后完全仿佛第1季好像我也在一样，所以就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我觉得妮妮的笑容就是可以融化一座冰山，完全就是一出场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大家都很辛苦的状态，一起完成目标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笑容担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谢谢你。接下来我非常喜欢他，我们的元日主厨。哎，chef，这次啊，第1季拍了之后，应该哇得心应手。第2季啊，有没有什么新的代表作？因为大家都说你是超级熟悉、最熟悉客家料理的韩国主厨了。 우선 아직까지도 한국 내에서 제가 하카 음식을 제일 잘하는 사람은 맞는 것 같습니다. 好，首先呢，我应该现在在韩国还是最擅长客家料理的人，没错啦。掌声鼓励。对对。 왜냐면은 본토에 와서 시즌 1을 통해서 배웠고 또 걸출한 제자 장홍재를 길러낸 사람이기 때문에 그것만으로도 굉장히 뿌듯하게 생각하고 있었는데요. 好，尤其是我直接来到台湾，然后在这边学习之后，然后去年也上1季的拍摄之后呢，我是觉得非常的有自信的。 근데 이번 시즌을 통해서 또 우리 효연 셰프님 그리고 같이 저희 합류해서 고생하셨던 조소영 셰프님 다 같이 하카 음식을 조금 더 한국 사람들을 대표해서
맛보고 만들어보고 그래서 더 널리 알릴 수 있는 기회를 한국에서 갖게 돼서 정말 뜻깊은 시간이었습니다. 好，然后呢，但这一次尤其跟我们校园，然后还有赵主厨，可以一起在韩国这样制作这些新的客家料理给韩国的民众去吃之后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开心的。 저번 시즌에는 홍재 한 명이었고 이번 시즌에는 효연 씨랑 그다음에 조서영 셰프님까지 했으니까 다음 시즌에는 3명을 더해서 조금 더 많은 사람들이랑 같이 해봐도 더 재밌겠다. 판이 점점 커지지 않을까 싶습니다. 然后上一季的话，只有我跟红姐在那个厨房里面工作。那这一季的话，又变得更多人了。那下一季是不是会变更多呢？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一起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 감사합니다. 谢谢。我不喜欢主厨，我不太会切菜，我也不太会煮东西。但如果我想加入你的团队，你会觉得不 OK 吗？ PD님 가능하시죠? 谢谢. 好。감사합니다. 네, 감사합니다. 好，因为我在客台也做了一个做菜的节目，我做菜真的是很可怕。好，不要翻给主厨听，拜托。 괜찮습니다. 제가 다 가르쳐드리겠습니다. 통역 잘해. 老师，这是可以翻的吗？已经翻了。OK， 谢谢。好，那接下来我觉得想问一下小杰哥了。小杰哥第一季真的非常可爱，有很多有趣的瞬间。但这一次到第二季，你看你已经是学长了，有没有厨艺更厉害，或者是有什么独家绝活是第二季你特别拿出来用的？是，其实第一季的样子跟行为上面会真的就是菜鸟，很像刚进入社会的那样菜鸟。那第二季其实变得比较放松一些啊，除了放松之外呢，你觉得自己就是二厨嘛，第一季，那到第二季的时候，你的职位有升级吗？还是你的那个有没有地位？有啊，我觉得自信心提升了不少，因为刚才大家有看到，我向大家说 I am, you can call me Chef J。哇！哎呦，所以留下一点小小悬念，对不对？有真的变成很厉害的 Chef J 吗？还是要问出门到底有没有？有，谢谢你果然是我们的啦啦队。好，谢谢小杰哥，谢谢。那我觉得看过《黑白大厨》的朋友就会对这一位生意天才非常的有印象哦。赵旭恒主厨是一位漂亮又很聪明的主厨。那这一次的加入了之后，跟我们元日主厨来一个比拼，你觉得啊，要决胜、要赢过他的关键是什么嘞？ 저는 이원일 셰프님 같은 경우에는 하카의 전통적인 음식을 활용해서 하카의 음식을 그대로 만들었다면 저는 조금 더 젊은 스타일의 하카 음식을 선보이고 싶어서 탕후ያን 떡볶이라든지 제가 늙었다는 뜻이군요. 새로 재해석해서 만들었던 게 이원일 셰프님과의 대결 포인트였던 것 같습니다. 我个人的话，比起像是那个。 元日主厨比较像是制作传统的客家料理呢，我个人是制作比较年轻客群们喜欢的。然后主厨他说，所以你是意思是说我老了吗？这样子。然后赵主厨这边刚刚的回复是说，所以我这边是比较用比较新颖的方式去制作一些客家跟韩国的新式料理的这样的方式去做对决的。从对话里就有感到一点点火药味了，对不对？好，那真的很欢迎。 主厨这次加入我们，谢谢。哎，我们元日主厨有话要说，对不对？ 원래 늙은 사람이 조금 더 조용하고 진중해야 되기 때문에 제가 참도록 하겠습니다. 李元一老了。好，然后反正本来呢，我们这种比较大人的呢，就是比较安静，会比较沉着一点的，不会像他在那边说些543的。哦 ，OK， 我觉得不要再继续问下去了，我觉得可能会打起来。但是我觉得很好玩。 创新的，但是我们元日主厨也很创新啊。究竟他们在厨房里会有什么样有趣的对决？请大家就要看我们节目了，好不好？那接下来也是一位新伙伴了，稀饭안녕하세요。我看了他非常多 YouTube 的影片，怎么吃那么多，身材还这么好呢？好厉害！这一次你在外场担任翻译，然后有非常多需要跟客人沟通的，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最难忘的场面呢？ 因为我不太擅长一心多用，所以翻译什么提供服务，
然后接受订单，这种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一起工作的文成浩和一个 Annie， 虽然他们不会说汉语，但是用英语和客人沟通，这样的样子成为了力量。我真感谢你们，谢谢。哇，很厉害耶！因为翻译你要马上的听到韩文，然后要帮助我们讲中文的队友，然后呢又听到中文，又要再跟韩国队友这样翻译，所以这次有很辛苦吗？觉得？我的人生中最难的事，这种人生中最难的事情，我们给喜范一个掌声好不好？这是他人生中最难的事情，献给我们客家厨房2了。好，我就听了厨房成员这样分享，你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感情非常好之外，这一次呢，不管是在韩国发生的故事，或是在我们就是台湾，我们在这些客家的文化、客家故事、客家料理之间碰撞出很多很多有趣又很温暖的故事。所以我们要请每一个成员帮我们用一句话简短的推荐，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客家厨房2》呢？我们就从喜范这边开始好吗？네. 재밌어요. 재밌어요. 很有趣，有趣。맛있어요. 很好吃， 그 안에 감동이 있어요. 然后里面有很多感动的事情。我们很团结，为什么韩国腔？然后团结，团结。 좋습니다. OK. 우리가 나옵니다. 因为有我们出演。看完了肚子会很饿哦。客家文化比你们想象的更加有趣。 대만에서 찍었던 더웠던 날씨만큼 보고 나시면 가슴이 따뜻해질 겁니다. 好，就跟我们在台湾拍摄的时候的温度一样，我们的心里也是看完之后心里也是会非常的温暖的。哇，掌声鼓励！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第2季，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可以把客家的文化、温度，还有它的好味道传达、分享出去，就是交了很多好朋友的感觉。所以谢谢你们승무인 안주세 감사합니다。 谢谢。 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记者会这非常的圆满，也很温馨，在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先跟直播的朋友说一个拜拜，好不好？谢谢他们，有很多在直播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승무인 안주세， 안주세。